大家好，用我 Shoki 啊。今日會講廣東話人名正讀。我收到一位網友嘅電郵，佢話我之前講嘅咁多廣東話人名正讀嘅例子，分開好多條片去拍啊，分得好散。佢話可唔可以集中一條片一次過講晒喎？所以我依家就拍呢條片俾各位啦。好啦。呢啲例子全部都係之前講過晒嘅。好，開始講咯喎。第一位，香港已故嘅女藝人啊，唔係周海媚，唔係眼眉個眉啊，係讀味，味道個味啊。周海媚，周海媚呢位呢，好出名嘅建築家，已故嘅建築家。唔係貝聿銘，係貝聿銘啊，核啊，水果入邊嗰粒核個核，呢個係明白個明，貝聿銘。鹿鼎記入邊嘅角色韋小寶，韋啊，韋小寶，唔係韋小寶嚇，係韋小寶。好啦，香港嘅男藝人唔係任達華，呢個任姓氏嘅時候讀淫啊，陰飲任淫第四聲，任達華。中國以前嘅一位領導人啊，唔係華喎，姓氏要讀華㗎，華國鋒，華國鋒。台灣嘅一位歌手。唔係費玉清，係讀秘密個秘，秘玉清，秘玉清。作家唔係查良鏞，讀渣，渣良鏞，渣良鏞。唐代嘅一位宦官，本身係讀仇啊，姓氏要讀球啊，足球嘅球，裘士良，裘士良。香港嘅女藝人唔係楊千嬅，唔係華，係華楊千嬅，楊千嬅。梅艷芳嘅媽咪啊嘛，本身呢個字讀譚嘅，但係姓氏啊，依家係姓嚟㗎，讀尋啊，尋找嘅尋，陳美金，陳美金。呢一位呢係唐代嘅政治家、書法家。呢個字唔係讀柱啊，唔係第五聲喎，處處處處處唔啱，係第二聲，處處褚遂良，褚遂良。台灣嘅之前嘅一位政治家，讀確，確認個確，郝柏村。郝柏村。咩景榮啊？圈啊，圓圈個圈，圈景榮。大埔有一間圈景榮學校啊，以圈景榮先生命名嘅。圈景榮。香港嘅男藝人啊，唔係林家棟，唔係動作嘅動，係天氣好凍嘅凍啊，東董凍第三聲，林家棟先至啱。好啦，已經適應咗嘅一位香港嘅女藝人，魏秋華，唔係讀華㗎，係讀華，魏秋華，魏秋華。好，唔係魏康，係倪康，倪第四聲，倪康。唔係食飯個飯，范逸敏。係樊奕敏，香港嘅女藝人啊，樊奕敏，麻煩個煩啊，樊奕敏。台灣嘅女藝人唔係歐陽蒂蒂，係歐陽弟弟，歐陽弟弟啊。香港嘅女藝人唔係莫文蔚，係莫文蔚，蔚
威偉威第三聲，莫文威。香港男藝人唔係讀單啊，呢一個係姓氏嚟㗎，讀善，善啊，善惡嘅善。呢個唔係立，係立，善立文，善立文。好啦，已經適應咗嘅香港嘅女藝人，讀苗啊，苗軒人，苗軒人。香港嘅男藝人唔係敖嘉年啊，係敖，第四聲敖嘉年啊，敖嘉年。香港已故嘅男藝人啊，好多人都會讀馮淬帆，唔係睡覺嘅睡，係翠啊，馮淬帆，馮淬帆先至啱。好啦，唔係田蕊嚟喎，係花蕊啊，蕊，頂聲田蕊妮先至啱，田蕊妮。佢嘅先生啊，之前冇講過，依家講埋啦，唔係杜汶澤，係問杜汶澤，問題個問，杜汶澤。香港嘅女藝人唔係官恩娜，係官恩羅啊！呢個字咧喺女士嘅名入邊係讀羅，官恩羅。香港女藝人唔係陳子清，係陳子晶，眼睛個晶，陳子晶。唔係裘嚴客，呢個係嚴啊，嚴格個嚴啊。裘嚴客，中國隋朝第2位皇帝啊，隋煬帝，唔係楊啊，係隋煬帝。唐代嘅詩人唔係杜甫，係杜甫，老虎個虎，杜甫。香港嘅女藝人啊，好多人都讀毛舜筠，應該係毛舜筠啊，舜筠，毛舜筠。香港發展局局長唔係寧漢豪，係第6聲寧漢豪先至啱，寧漢豪啊。唐英年嘅太太係郭妤淺，如果嘅如，郭妤淺。好啦，香港以前嘅女藝人唔係于素秋，係余素秋，如果嘅如，余素秋。香港嘅男藝人唔係樂啊，係樂，第8聲駱應君。陳豪嘅太太啊，唔係美啊，係美麗個美，陳茵美。香港女藝人唔係張柏芝，係張柏芝。唔係庾澄慶喎，台灣嘅男藝人啊嘛，係庾澄慶。台灣以前嘅總統嘅新抱啊，王瑞靜，唔係靚啊，係王瑞靜。中國嘅一位女藝人唔係那英，呢個係姓氏嚟㗎，讀諾英。好啦，中國女藝人佟麗婭。中國嘅女藝人唔係偉嘅喎，唔好讀偉喎，係谷靜伊，衣服嘅衣，谷靜伊。
中國嘅女藝人，紅磡個磡啊，冚青子，冚青子。香港嘅女藝人唔係吳婉儀，唔可以合口啊！呢個要擘大口嘅，讀 NG 嘅。好多人讀吳婉儀，佢自己都讀自己個名讀吳婉儀，其實應該係讀吳婉儀。吳係要擘大口嘅 NG 啊，婉啊，婉婉婉婉婉第五聲，吳婉儀先至啱。唔係乜子斌啊，係聶子斌 NE 呢第六聲聶子斌，人名嚟嘅。呢個字姓氏讀聶啊，聶子斌。好，中國一位女士嘅名，呢個字好難寫啊，讀串啊，串義希，串義希。香港一個藥品品牌嘅創辦人唔係林鑑生，係林禁生，禁止個禁，林禁生。人名呢個解字做姓氏要讀謝，謝思深，謝思深。香港女藝人唔係葉倩文喎，呢個係讀扇，風扇個扇啊，葉倩文，葉倩文。台灣已故嘅女網紅啊，謝佑心，謝佑心。香港嘅女藝人應該適應咗㗎啦。陳小靜，大小個小，好多人讀笑啊，唔啱啊。陳小靜。好啦，劉青雲嘅太太唔係郭海明，唔係郭藹明，係郭藹明 OI 第二聲郭藹明。香港嘅女藝人唔係蓋明輝，呢個蓋呢，姓氏嘅時候讀白鴿個鴿，鴿明輝，鴿明輝。好啦，暫時講到呢度啦。有問題可以喺留言欄問我，同埋訂閱分享頻道啊。唔該，拜拜。